過去2週，我哋已經為大家介紹咗2種刑罰扣除嘅情況，包括因訴訟措施而扣除，同埋因前刑而扣除。今日為大家介紹最後一種，刑罰因喺澳門以外所受嘅訴訟措施或刑罰而扣除嘅規定。根據刑法典第76條嘅規定，行為人因同一事實或數個相同事實喺澳門以外曾受任何訴訟措施或刑罰嘅時間，會依據刑法典第74條嘅規定扣除，即刑罰因訴訟措施而扣除，或第75條嘅規定扣除，即刑罰因前刑而扣除。例如甲因詐騙而被澳門初級法院判處2年實際徒刑。假設甲喺法院裁判前因潛逃外地，但當地執法部門很快就將甲抓獲並拘留調查咗1個月，其後按照當地嘅法定程序將甲移交澳門。由於甲係因同一詐騙事實被外地當局拘留咗1個月，所以按照上述刑法典規定，甲需服嘅2年刑期可扣除1個月，即需服刑為1年11個月。